中共对7月1日开始实施新版的反间谍法，嘛扩大对间谍的解说。外国游客去到中国，一日无细致有可能就会犯法。所以美国即阵已经把旅游警示有关到第3级，所以嘛呼吁建议美国人要去中国，就要想清楚，要避免示威乌白翕相。那咱陆委会嘛有提醒讲，乡亲总共有要去中国，已经要先检查手机和电脑的内容，才袂去到遐互乌白安罪名。中国对外关系法和修订版的反间谍法，7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，国际嘛真关心。美国国务院嘛调整旅游警示，甲中国和澳门改做第3级，顶考虑敢要去，敢若比叫人莫去的减1级尔。香港是第2级，要特别注意，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有随在伊执法，也是乌白拘留的风险。佮提醒要避免示威，也是翕抗议者，也是警察的相片，提醒去中国要评估风险。集体的行动，团进团出。我们建议应该注意手机、个人电脑等等这些随身用品是不是存有可能构成陆方相关机关搜查、没收或是入罪的这个内容。陆委会讲，已经有真侪国人因为不明原因，互留伫独立的细间房间检查手机和手提电脑。建议去中国要先去网站登录资讯。若一旦发生这种状况，会采取必要的作为，或者讲间谍行为定义无明确，建议政府提升警示。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案例，因此而遭到中国的抓捕。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在这个警示的标准？来让民众可以透过警示的，比如说红灯、绿灯、黄灯等等不同程度来去判断，说我是不是该前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